俗語講遠親不如近鄰，買一套靚樓不如揀一群好鄰居。今日嚟到中山寶具開發區海欣雲頂，連任達華都照緊嘅天然大陽巴社區，而家單價8000蚊啊，你就可以輕鬆上車啦。屋苑自帶下沉式嘅會所同埋室內嘅恆溫泳池，而家全新加推17棟，127方就到4房2廳2衛，一入門就係個多功能房間啦。玄關位置仲做咗一排到頂嘅鞋櫃啊，餐客廳一體化設計，每個空間都係非常視正嘅。廚房位置仲做咗個 L 型嘅設計，可以擺翻雙門雪櫃。隔離仲有一個生活露台，可以俾你擺洗衣機，平時晾衫洗衫都係非常方便嘅。127方嘅單位仲有一個7米嘅南向大露台，可以望到一線無遮擋嘅景觀。屋苑樓下就有成熟嘅商業街，衣食住行一站式解決晒啊！而且樓下仲有直通車車你返香港，可以返到太子、荃灣、屯門㗎，5至10分鐘嘅距離，仲可以去到3大商圈啊！Downtown City、富野城同埋遠洋大順。最後再嚟睇下主人大後間，每一個空間都係非常視正，而且仲可以睇到南向無遮擋嘅景觀㗎。而家講緊單價8000幾啊，你就可以輕鬆上車啦，同華哥做鄰居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呢套單位，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你詳細資料。